嗯，琳琳話唔療愈的話，創傷會不會一直在？但係如果我冇創傷過呢？明白嗎？我冇創傷過呢，有咩要療愈啊？哈！我每一日放學返嚟都係我孤單一個人，一個人喺度做功課，梗係我爸爸媽媽唔錫我啦，梗係我唔好，我唔被愛，我唔重要啊，所以我爸阿媽都唔喺度。嘿，如果爸爸媽媽唔係想俾最好嘅你，佢哋唔會去工作。你估佢哋唔想屋企嘆世界，同你一齊睇卡通，同你一齊食嘢玩，佢想寧願去返工。呢個世界有咩人想返工嘅？咁熱愛佢工作，真的嗎？因為你，所以佢哋要做多份兼職，就係因為你咁重要。OK，咁樣睇咧，有冇搞掂咗你啱啱嘅問題啊？有冇創傷喺度啊？看到 Angela 跟你老公愛情故事，我覺得很有意思。愛情可以自己創造，真的很美好嘅感覺。因為中國人老是說姻緣天注定，月老綁紅線，感覺姻緣好像係被動的。哇，林，你呢個睇法好好啊！其實咧係一路你要嗰個完美老公都喺度，但係你點樣去迎接佢出現啊？你仲係活喺你嘅錯誤身份，你就會係咁碰咧嗰啲嘅所謂嘅業力關係。呢個咧喺 Jenny YouTube 裏面登咗出嚟㗎。Angela 的神奇世界 YouTube 咧係登咗我同天馬一齊喺巴黎做嘅訪問。你會點樣知道呢個業力關係？你會點樣知道呢個係靈魂伴侶？你會點樣知道呢個係雙生火焰？你會不斷碰到嗰啲幫助你去變成你要遇到你終極最高靈魂配合嗰個人，係生命不斷會推動你。但係如果今世搞唔掂唔緊要，下世繼續，下世都搞唔掂唔緊要，下世再繼續。對的，有一樣嘢，月老綁紅線係對的，呢個都係雙生火焰嘅概念嚟嘅。你有一個完美嘅愛人嘅，完美係你唔能夠想象咁完美，你自己都覺得自己個腦可以想象嘅嘢太少，直到你遇到他，哇，原來咁多嘢可以完美，and then 你發現原來我過去自己一路都未係我需要嘅版本嘅自己，你得到佢，諗諗你都可以聯繫米高老師啊。米高老師，你會喺 YouTube，各位可以喺 YouTube 講廣東話嘅同學會揾到米高老師嘅電郵同埋微信咧，你可以走去揾佢，因為我都係覺得大家咧可能唔能夠相信你生命幾美好啊！你點樣成為你需要變成嘅自己先可以得到佢？但係今世唔掂就等下世，下世唔掂等下世，但係我希望大家唔使等。